台湾嘉隆界伫驻法院甲市长委托就廖白啊事件来沟通。嘉隆界讲，伊是毋甘民进党政治斗争委托用影射的杀伤力，加上外团卫生部长陈时中将被征召来台南选市长，所以请委托公开宣誓，敢真正是邀团的廖白啊。对此，委托表示，所有邀团都毋是事实。因讲你做廖白啊，我宁可相信，因为无证据。 有罪推定，但是这已经对你是批心论啦。这市民嘛，甲我讲，梁家，你看伊无共党，你感觉安尼有公平？我讲这无公平，但无公平，当事人都唔宣誓啊！我要听，我嘛袂当听你去人讲，伊唔是呢？是啦，敢是安尼？对啦，但是这边啊去，这边去站起来，咱讲无就无啦。你宣誓无落啊？你爱互市民，你正手举起来宣誓，你无啊无台南市，我甲你讲。 这件代志对你的伤害会继续扩大落。我想免举什么手啦，我甲直接讲就遮负责嘛。你讲，遮就是讲，即马外界所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学生时代这个问题吼，咱伫学生时代时阵，学生吼，包括我在，无这个互相出卖嘛，无互相迄个，所以你讲的外界，你谣传的遐个物件，拢毋是事实。 对面谣言风风雨雨，加上日前专代会委托个拄好，因为心中无爽快，请假大意。议员强烈要求市长千万毋通因为党内政治利益甲斗争着心病，来牺牲市政建设，要求专心面对市政。你唔敢勇敢面对，这是阮台南市市民的损失啊！就是你无心市政嘛。有啦，我是有心市政，是心脏病。 还是心病，无人知啦。心病爱心会医啦。我甲你讲，蒋介石，我甲你讲，台南市民做无辜的啊。你造成你怎啊市政混乱啊？你干那要顾你内调遐派系甲你斗争，你规日就摸咧烧啊！你哪有有心市政咧？这一冬话来，我看你骹步拢乱去嘛。你专心来做市政，阮专心会当监督你。你要担遮宣誓无？我甲。加油啊！嘛，甲所有的市民报告吼，当然，咱一定是专力、专心来将事市政。市长因为近来上过疲劳，心中无爽快，加上征召提名的无确定性，恐惊成为政治斗争。不过市长则选择相信党内没有这款代志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、林根采访报道。